歡迎嚟到港馬研究室，我係阿 Sam。1月11號，沙田賽事已全部跑完，11場合共預測44匹馬，我哋成功命中22匹，進入頭4名。而家會將所有賽事數據重新輸入系統，進行賽後檢討，優化模型，令下一輪計算更準，準確命中。第2場1號系統評級正路勝出，第5場5號，第8場8號，第10場1號順利勝出，重大失誤。第7場6號系統評為 S 級鐵膽，結果3甲不入，呢個係今日最大滑鐵盧。詳細復盤成功案例，堅守防守策略。第5、8、10場呢3場賽事證明咗模型喺選取實力馬 class 上面嘅穩定性，特別係第10場1號系統無懼其熱門，依然俾出大注信號，結果順利跑出。第5場 Robusta 亦係系統數據優於市場預期嘅典型例子。失敗檢討模型偏差 bias 過大。第7場6號模擬勝率極高，但真實比賽中可能受困或狀態一般。呢個提醒我哋，數據完美唔代表必勝。S 級鐵膽倒造係賽馬常態，但係投注策略上需設止蝕。第1場1號，第3場3號，第6場5號，第9場14號，呢啲馬匹被系統列為不值博，主因是系統判定佢哋嘅賠率過熱，且檔位每條件不夠完美。教訓今日C+3跑道雖然利內檔，但並未如模擬中嗰般完全封殺外檔或次滿馬。新版本需要下調外檔懲罰嘅權重，並對臨場落飛嘅聰明錢給予更高尊重。錯價馬 value bad 表現。第2場7號評為 value good bad， 跑入第3名，位置有交代。第6場6號評為 value， 可惜未入圍。反而同場 overbet 嘅中國心勝出，模型系統進化方向。基於今日賽果，模型系統將立即進行以下修正： 1. 修正 overbet 判定邏輯，當一匹馬賠率極易 A 兼小於 5.0， 即使檔位差，亦都唔應該直接標示為建議避開，而應視為高風險熱門，避免完全錯過頭馬。 2. 動態調整跑道權重，今日 C+3 跑道嘅實際偏差值 track bias似乎比歷史數據顯示嘅要少，未來無疑將引入當日早段賽事數據嚟即時校正權重。 3. 第7場災難檢討，針對如 Serene 呢種數據完美嘅馬，需要引入騎練臨場動態作為保險係數。總結，今日4場頭馬第2、5、8、10場喺系統嘅首選或次選名單中防守策略奏效，但係捕捉半冷與判斷虛熱馬匹上模型過於固執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用，記得訂閱頻道。對模型分析方向或者賽事有咩意見，歡迎喺留言區直接講，我會逐一睇。